叫做微紋天蠶螺，佢左右兩邊嘅前翼似一個蛇頭形狀，而蛇頭上邊嘅兩個黑點呢，就係佢一對可愛嘅眼睛啊！其實嗰對眼睛就係佢個耳眼紋。佢嘅翅膀上邊有4條黃色嘅眉毛，而黃色嘅眉毛呢，好似鑲咗有黑色嘅邊咁樣喎。呢個就係佢名字嘅來由。佢啲花紋真係好靚啊，好似有大蝴蝶、中蝴蝶、小蝴蝶，蝶中有蝶嘅感覺。佢成隻蝴蝶咁樣張開嘅翅膀嘅闊度呢，大約係有呢個13cm 嘅。主要嘅食物呢，就係食草啦，或者一些植物嘅樹葉。咁佢嘅頭部呢，就有一對真實嘅眼睛啦。晚上嘅時候呢，佢通常會被燈光所吸引。成蟲之後，佢嘅壽命呢，只有1至2週。